我咁中意中國歷史，點會介紹咁少嘅歷史電影俾你哋睇啊？陸續會有嚟嘅。今日要介紹部電影就叫做《赤壁》，係分開上下部嘅兩套片，total 超過300分鐘。呢個時間我覺得係合理同埋比較聰明嘅，唔好夾硬嚟。呢啲咁嘅歷史大片呢，就算你只係拍一個少少嘅部分呢，都需要好長時間嘅。所以我覺得5個鐘頭係合理嘅。講下裡面嘅 class 啊，又係離晒譜的厲害嘅，差唔多所有明星我都中意嘅裏面。咁就有主演嘅金城武啦、梁朝偉、張震、林子玲、張豐謀、趙薇、胡軍，哇！真係粒粒巨星啊！導演亦都係大導演吳宇森。吳宇森出名就拍呢個槍戰片嘅，咁呢套第一次拍呢套歷史大片都合格嘅，我覺得。揾金城武做呢個諸葛亮，當然冇投訴啦。仲有呢個梁朝偉飾演呢個周瑜，哇！真係好彩。之前呢，本來係想揾周潤發做呢個諸葛亮嘅。呢啲咁嘅大製作呢，最適合就係戲院睇噶啦。電影預算呢，就係8000萬美金，後來票房呢，總共 total 咧差唔多2億5美金。咁我估計應該就唔使蝕嘅，仲應該可以賺少少添嘅。裡面嘅角色個個我覺得都係選得幾好嘅，就除咗趙子龍啦，由胡軍飾演，夠啊夠威武啦，但係好似唔夠靚仔，唔夠俊俏喎。但係整套片咧真係都係好正嘅，大場面啦，大 class 啦，明星就冇得彈啦。林志玲飾演呢個小喬，當然冇得投訴啦，咁靚女。故事內容都唔使點講啦嘛，呢套電影嘅故事咧就圍繞喺赤壁之戰嗰段歷史嘅。當然啦，就有少少改動啦，但係改動唔大嘅，都好跟於原作嘅。何謂原作呢？係《三國演義》喎，唔係三個字啊，係跟住原著嘅《三國演義》小説嘅。各位觀眾就真係好運啦！呢套片啊，好似成套上下集喺 YouTube 都可以免費睇到喎，唔使諗，快到去睇啦，都唔使錢嘅。好，咁今日嘅時間就差唔多啦，咁多謝各位觀眾嘅收聽同收看，記得臨走嘅4部曲啊，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記得 like、subscribe and share，因為咁樣呢，就對我哋呢啲咁小頻道呢係最大嘅支持同鼓勵。如果可以 comment 埋就最好啦，多謝晒。